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罗西亚轰炸乌克兰10几个城市，已经造成19个人死亡，900人受伤。除了美国是答应讲会提供更较先进的防空系统，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当时甲 G7 工业国开视讯会议，G7 已经答应讲，只要乌克兰有需要，就会支援。德国嘛送一套 Iris-T 的防空系统到乌克兰。而且G7阁发声明强调讲，普廷轰炸无经对象造成百姓死伤，等于就是战争罪，要追究普廷下令攻击的责任。嘛警告罗西亚莫动用核武器。不过罗西亚也是继续呛声，讲这场战争会一直拍袂煞，是因为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的行动，才会让冲突愈来愈严重。基辅10月空袭警报停了，居民开始清理厝内。西部城市利维夫被轰炸了，规个停电，生理人做生理拢点蜡烛。俄罗斯大规模报复轰炸，造成乌克兰重大伤亡。泽伦斯基伫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视讯会议，再一次强调，甲普廷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已经无存在，并且向 G7 要求国家级防空武器。感谢德国 IRIS-T 型防空系统第一套已经运到位，一个美国答应提供国家先进防空系统。Коли Україна отримає достатню кількість сучасних та ефективних систем ППО, ключовий елемент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терору, ракетні удари перестануть працювати. G7 讲，只要基辅需要就会支援，也警告俄罗斯唔通动用核子武器，北约会加强安全。Next week, NATO will hold its long-planned deterrence exercise, Steadfast Noon.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Russia's nuclear forces. 莫斯科指责西方国家利用支持基辅的行动，和冲突升级，将战线扭长，而且10月继续对乌克兰的能源甲军事设施发动空袭。另外，北伫中协调和乌克兰的谷物会当出口的土耳其，最近将会搁再出面，希望会当促成俄罗斯甲乌克兰和谈。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讲，目前也无收到土耳其关于莫斯科甲西方国家之间和谈的提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大部分拢已经被罗西亚占去，剩西地啊也是乌克兰掌控。而且这块小地区嘛，互战争崩甲真凄惨。不过也是有一间饭店坚持生产，就算讲因为战争四界拢封锁，要走100多公里才有法度买到米粉，头家也是无放弃，利用暗时啊拼命做饭，要赶伫咧早起送去前线互乌克兰的军队。甲一般的饭店无共款，这间伫咧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做饭的工厂，逐天暗时7点，大家才开始无营。目前顿涅茨克大部分的土地拢去由罗西亚的军队占领。掌握伫乌克兰政府手内的所在，即马还阁有伫运作的做饭的工厂，敢若剩2间尔。工厂的头家讲，因为无甲输通用，因只好将火炉重新改装做古早时代用土炭来烧的火炉。但是工人一暗爱徛伫顾火炉12点钟，非常辛苦。毋但安尼，阁因为战争四界拢封锁，真歹买到面粉。伊是伫150公里以外的地区，才找到买有面粉的所在，运费增加袂少。虽然拄到真侪困难，但是伊嘛是坚持要继续做胖，一暝差不多做17500块胖，其中有一半以上拢是提供予乌克兰的军人食。另外，因为顿涅茨克日时啊定定会互炮火攻击，居民敢若会当趁透早的时间出来一时啊买物件。所以，这间做胖的工厂才会透暝尽量做较侪胖，赶会赴透早送出来。Верю в наши ЗС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ейчас герои, они наше все. Но мы даем тоже большую, вносим большую лепту,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В так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идет бомбежка, идет это, а мы не боимся, мы печем хлеб,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роду надо хлеб, военным нашим, защитникам. 工厂总共有请6个司机，逐天冒着危险，开车将胖为工厂送到几间店面。对居民来讲，摕在手的这块胖，毋但是互因腹肚袂枵着，嘛是因每天生活中的一个期待甲愿望。记者甘美玲编译。自从今年2月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了后，罗西亚为着控制国内言论，减少媒体放送甲战争有关系消息，都是避免民众了解伤济有反战的情绪。所以当局是开始打压独立媒体。罗西亚独立电视频道乌电视因为批评普廷决定出兵，和罗西亚政府以散播假新闻做理由，甲因放送的信号切掉。
独立报社《新报》总编辑穆拉托夫因为捍卫言论自由，2021年的时阵捌摕到诺贝尔和平奖。不过，伊的报社嘛因为报道罗西亚发动战争的消息，受到政府的警告。不过，这两间媒体拢无因为官方的打压来放弃，因是外口国外招侪侪对事实有同款理念的记者，继续找找真相，放送给众人知影，要对抗罗西亚官方的假消息。记者拢是罗西亚人，报道的拢是罗西亚的新闻。但是，这个合作乌电视的罗西亚电视台的办公室，却是伫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今年3月，罗西亚独立电视频道乌电视因为批评罗西亚总统普廷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就互罗西亚政府以散播假新闻为理由，将电视台的信号切断。而且，罗西亚政府阁公布新的法令，媒体记者若是无听话，上悬会去互判15年的徒刑。一部分原本伫乌电视工作的员工，就走来罗西亚隔壁的国家拉脱维亚，利用简单的设备，重新伫遮做新闻、报新闻。透过网络将新闻节目放送出去。А к нам в прямом эфир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тся Михаил Подоляк, советник главы Офис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Михаил,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乌电视的总编辑讲，其实伫罗西亚有真侪民众并无支持战争，但是这些民众唔敢表达家己的意见，嘛无管道通知影甲战争有关的事实真相，所以因会选择走来拉脱维亚继续经营电视台，就是要提供独立、正确的消息给罗西亚的民众。Our goal is to make as much as possible people have the real information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and not this propaganda spread by Russian TV stations. 若是乌电视，罗西亚另外一个真出名的独立媒体《新报》，嘛是选择走来拉脱维亚重新经营。《新报》的总编辑穆拉托夫因为捍卫言论自由，得到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报社同款因为报道罗西亚攻打乌克兰的新闻，受到政府的警告，报社只好暂停出报纸。《新报》的副总编辑基里尔就将家己的电脑派咧走来拉脱维亚，宣布要推出《新报》的欧洲版。I think that after all we can be more useful when we are free. I think that it could be not so useful to be another political prisoner in Russia. 目前，《新报》的欧洲版甲一寡无将家己身份公开的地下记者合作，透过 YouTube、Telegram、Twitter 这个网络平台分享新闻。乌电视嘛是有流亡伫世界各国超过60个罗西亚人在替因做事，这个人拢是冒着真大的危险来做新闻工作，但是为着理想，选择继续坚持落去。记者甘恩恩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票直直落价，换美金的汇率落到146块日票换1块美金，是24年来上介价。一个台票已经会当换到4块5日票。日本央行是有可能买日票卖美金来稳定价销。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央行宣布升利息0.5%，这也是头一届连续起5阶利息来对抗通货膨胀。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央行的总裁贝利是表示，正正利用紧急干预措施来救借款的市场，只实施到1礼拜5。不过，借款的市场若是无稳定，英国的退休基金恐惊面临危机。接落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的军队过去是用罗西亚的武器来训练。美国甲一寡国家，即摆是利用外交手段收集乌军用到较熟手的罗西亚武器，要互乌军使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总统普廷放调要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这回轰炸迫害侪民情措施，乌克兰可能会大欠电，百姓这个寒人恐惊真歹过日。以色列甲黎巴嫩达成协议，海上的领土甲经济海峡范围已经超好势。对边啊，这张地图咱就会当看到，讲以色列甲黎巴嫩的领土延伸出去的经济海峡，亲肤色的迄地是顶塔的，所以讲互相无相让，两国拢讲是家己的。而且遐海底阁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真有价值。咱放大来看迄地三角形的所在，迄两块乌点就是天然气产。以色列总理是透过 Twitter 宣布讲，已经甲黎巴嫩超好势，讲迄两地是属于谁的。虽然讲两国无解说细节。不过，根据国际媒体掌控的资料，两国会利用地图中迄条23号线来分范围。咱会当看到，讲迄条深红色的23号线是切过卡纳天然气产，黎巴嫩迄边有较大地，所以开采权是黎巴嫩的。不过，以色列是会当分成，也若是卡里什迄地，以色列是有完整的控制权。
以色列甲黎巴嫩有种族、信仰甲领土冲突，计元首已经超过70年啊。地中海天然气材嘛是两国上济资源，即阵会当达成协议，会当讲是两国历史性的进展。以色列总理拉皮德透过推文宣布，甲黎巴嫩达成历史性协议，解决长期以来海上领土争端。拉皮德也强调，协议会当强化以色列的国安，刺激经济，并且加速天然气的输出，希望会当甲国际能源继续压力，同时解决欧洲欠天然气的情形。代表谈判的黎巴嫩国会副议长布萨博将协议提交予总统奥恩，奥恩讲会赶紧正式宣布。这项协议由美国伫咧中协调，并且提出草案。根据媒体所掌握的消息，以色列拥有卡里什油产的控制权，也拿卡纳天然气油产的开采权是归黎巴嫩。以色列是享有比例收益。布萨博讲，双方对修改了的协议拢真满意。اليوم صارت بعهدة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فيني أقول نحن خلص دورنا。这项协议和黎巴嫩甲以色列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不过，黎巴嫩真主党领袖讲话是淡薄威胁的讲，在总统签署过关进前，黎巴嫩永远的维持境界，不准以色列先开采。نحن كلبنانيين كشعب لبناني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ننتظر إعلان الموقف الرسمي من فخامة الرئيس。以色列国内也无讲的声音，有民众认为拉皮德是为着11个选举要赶紧有政绩。同时要互美国甲国际社会欢喜。Amateur prime minister who doesn't know anything. That's what I think. All of a sudden, just to promote himself. What I understand that the agreement is bad for Israel. Nasrallah pressure on Prime Minister Lapid. 协议将会依种顺序送交予拉皮德的安全类股，所期送交国会审议，应该会当伫咧3礼拜内顺利过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通货膨胀、钱变宝的情形是全世界加加减减拢有。今日就带大家来看北非的突尼西亚。突尼西亚因为钱变宝物件贵，民众惊以后国起就会买袂起，开始抢民生物资。物件愈抢市，价销就会飙起哩，将做一种恶性的循环。当地民众为着买糖买油，拢爱排几落点钟，搁定定买甲受拍。可能10个人企伫超市门口等店员来开门，真无简单才入去，也毋过货架顶面的物件已经全部侪咯。الماكله ما تنجمش تبطلها ولدي، تنجم تستغنى على ثيت، تستغنى على بني، تستغنى ولدي على حاجه يعني ماهيش يعني ما لازم، اما الماكله ولدي حاجه لازم، والمناسبات نتاعنا هذه ما نجموش مهما كانت صفتنا。北非国家突尼西亚通货膨胀甲食物欠缺的情况是愈来愈严重，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糖、食物油、甲米，甚至是罐装水，其实拢爱排几点钟才买得到。有一寡人为着要抢买这食品，有当时啊拢会拍起来，就算抢到啊，这个价销也是贵甲真惊人。وفر لي زيت وفر لي سكر وفر لي سميد ولا 17 دينار هاي 17 دينار والخمس لترات ولا 49 دينار اختي ما تاكلش الرز، الرز مقطوع، جيت شريت لها زيت ب7000 اه في بعض الرز فانسي ولا واقع。突尼西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9.1%，是30年来上最，食品又搁贵又搁误会，民怨是愈积愈多，不时出现一寡抗议甲冲突。进前几天发生一个卖水果的人，互警察没收，起来了后自杀的事件，互当地人联想到2019年上款有一个卖物件的人，互官员取缔体了后因火自杀，造成贸易火革命的历史。不过突尼西亚政府认为，通货膨胀起因不少生理人差价销甲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粮食欠缺，经济学者是指出，政府财政一直有问题，无在掉了支付糖米粉这进口原物料采买费用，才加重这通货膨胀。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通货膨胀的状况较严重的国家，已经有百姓是连过巴肚都有问题。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一伊讲是因为薪水本地就无悬，即阵食食变贵，互因的日子是搁较歹过。所以首都杜拜就出现一款机器，免落钱就会当领胖来食。欧洲迄边意大利嘛有组成厨房，传免费的食食互有需要的人。关上天的大楼，各种好野人伫倒的饭店。讲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杜拜，大家想到的拢是这真气派的物件。但是无讲你毋知，其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000万的人口当中，有将近9成是外国人，其中真侪拢是印度、巴基斯坦，也是非洲的外来劳工。最近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物价飙悬，这原本就赚无啥物钱的外来劳工，生活更较艰苦。
定定厝势富了，就无够钱通食饭啊。最近伫杜拜的超市内面有出现这种机器，外形看起来甲一般的自动贩卖机差不多。无共款的是，这台机器唔免落钱，只要伫荧幕轻轻试一下，选择你要爱的胖，经过80秒钟加热了后，就会当食到小小胖胖的胖。原来这是当地一个慈善团体提供的，让一寡散车人免费食到胖，袂去摇到腹肚。目前伫杜拜有10台这种机器，因为反应真好，未来会搁伫其他所在设搁较侪这种机器。若是中东、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形嘛是非常严重。亲像意大利，虽然是欧盟第3大经济体，但是意大利南部地区长期以来失业率真高。伫拿坡里附近的城镇萨莱诺，一个天主教经营的慈善厨房，每工早起拢会准备140份食食，提供给当地需要的民众。No, ma io una pensione minima, quindi paga affitto, paga luce, paga rimanga senza soldi, non posso mangiare, questa è la situazione. 慈善厨房的负责人讲，过去这几个月来使用慈善厨房的人数，已经是过去的2倍，甚至是3倍。若是佮继续安尼落去，伊唔知影有法度佮冻偌久来应付大家需要。另外，伫英国的城镇沃灵顿，嘛有食物银行的服务，同款有愈来愈侪的民众是爱靠这别人管的食物来度3顿。I am just about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Most people I know are below it. 食物银行的负责人 David 讲，虽然英国新就任的内阁提出一寡救经济的措施，但是根本就无符合散车人真正的需要。伊希望官员会当亲身来食物银行看卖，就知影民众生活艰苦的情形有多严重。记者甘恩恩编译。沙地阿拉伯女权是渐渐开放，妇女会当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当中也包含钢管舞。目前至少是有3间健身房有钢管舞的课程。不过有一位老师讲，伊改练钢管舞受到不少反对。不过伊会坚持练这项运动，希望会当打破一般人的观念。看更讲弯落去也是踢腿，这动作其实无简单，也考验身体柔软度甲肌耐力。原不伫驾驭车的纳达，最近才爱上结合力甲美的钢管舞的课程。إن البول غلط ما ينفع نتعلم لا هو مفيد لك وشيء أنت بتتعلمين فيه وبيفيدك وبتنبسطين وبتقوي لك جسمك。对纳达来讲，跳钢管舞会使训练全身的肌肉，雕塑身材，伊也真享受这项运动。也不过伫面风真保守的沙特阿拉伯，钢管舞却是一个禁忌，亲戚朋友更加无倒来认同。لما قلت لأهلي على طول قالوا لي لا أنا إيش البول لا زي ما نشوف بالموفيز زي ما نشوف بالأفلام مرة غلط. لما تعلمت صرت أرجع البيت شوف الفيديوز شوفوا كيف واو أقول لهم إني أنا أرفع نفسي مو سهل إنك تحطين يدك على البول وترفعين نفسك مو سهل. 纳达决心来改变大家对钢管舞的印象，坚持继续锻炼。不过伊接受发新社访问时，无愿意讲全名，显示这社会压力依然是真大。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对女性限制慢慢来放松，妇女将会使开车出去，用自由出国来旅行。另外，伫骹球甲高尔夫球运动的参与度也得到提升。不过，甲这个钢管舞当作运动是拄则起步而已。这样沙特只有3间健身房有提供钢管舞的课程。من سنتين احنا بدينا في كلاسات البول من افتتاح الجيم يمكن كان عندنا مشكله قله المدربات فاضطرينا نعمل اكثر من تريننج تدريب مدربين علشان يكون في عندنا مدربات نقدر نستفيد منهم。这位健身房业者讲，伊伫女性钢管舞学员身上看到自信甲改变，伊相信这项运动会吸引更加侪女性来参与。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